刚才叫你他儿子先给你讲多好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同个一样的那个，我哪个不懂？等一下我教你儿子。宝宝们，你们可以快答，快答！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是我的话，平时不是这样子的呀。也不是精皮散毛，精皮散毛，皮散毛精。特别有乐趣，对了，对对对对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啥呀？啊，黄金皮鞋，黄金皮鞋，皮鞋，是是，金皮鞋包，对对，是这样啊，对对对，金皮鞋包的嘴巴，金皮鞋包。Happ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Striker。你快乐没有？不快乐。开心吗？不开心。开心怎样？然后弟弟吹。好。笑。开心吗？开心。OK， 好。